我個名叫鄭有傑，我哥哥都叫鄭有傑，但其實呢個並唔係我真正嘅名。突然，學校裏邊出現咗一封遺書，冇署名，字裏行間充滿咗對世界嘅失望。我望實嗰張紙，手指微微發抖，嗰啲文字太過熟悉咗，就好似細個嘅時候，哥哥喺日記本上寫低嘅話。我曾經有個哥哥，佢叫鄭有傑，而我原本嘅名係鄭有俊。我哋嘅名只係差一個字，命運卻天差地別。父親係大名鼎鼎嘅律師，係佢努力即係正義嘅編輯邏輯裏面，成績就係衡量一切嘅唯一指標。我呢，啱啱好成績優異，獲得父母嘅重視，零花錢多到使唔晒。而哥哥就完全唔同，佢雖然乖巧聽話，佢唔擅長讀書，不管有幾努力，始終都係班級墊底。佢因此成為咗父母眼中嘅廢物，成日打佢、鬧佢，已經係家常便飯嘅事，甚至被爸爸羞辱。每日晚上，哥哥都會打開 Period 漫畫，我知道呢個係佢灰暗生活嘅一道光。佢瞓之前會同跟佢嘅公仔傾偈，嗰個公仔似乎成為咗佢嘅情緒出口。哥哥嘅櫃桶入邊有一本日記，我唔知道佢寫咗啲咩嘢，只係知道佢成日寫，每日都寫。我記得佢開始寫日記係我鋼琴演出之後，因為校長講寫日記可以提升記憶，仲可以促進家庭關係。不過日記共冇改變咩嘢，哥哥嘅成績都係越嚟越差，爸爸嘅脾氣都越嚟越暴躁，家變得似一座監獄。哥哥係唯一嘅囚犯，而我係嗰個僥倖獲得自由嘅旁觀者。我成日想，如果當時我可以多做啲咩，結局會唔會唔一樣？哥哥從來都冇被肯定過，冇被好好稱讚過，甚至連唯一鼓舞佢繼續學琴、唔好氣餒嘅鋼琴老師都被爸爸請走。如果離婚，我一定係因為你啊！話俾你聽，已經對你好好噶啦，我哋。你大個想做件垃圾，我唔阻你啊！我唔會再打你噶啦，打你都嘥氣。無論點努力，哥哥終究冇真正獲得父母嘅愛，活唔出爸爸喺自己嘅名入邊注入嘅想像同期望。直到哥哥喺天台跳咗落去，爸爸媽媽將哥哥嘅嘢都收埋晒，試圖掩飾一切。我趁混亂之際，將哥哥嘅日記收埋入書包。日記入邊寫住：我唔係咩重要嘅人，如果我走咗，好快大家都會唔記得我。嗰本日記成為咗佢留俾我哋最後嘅嘢。不久之後，媽媽都離開咗呢個屋企，爸爸從此變咗另一個人。佢唔再鬧人打人，甚至好少講嘢。而我長大之後改名叫鄭有傑，呢個係哥哥嘅名。爸爸希望我成為醫生或者律師，但我偏唔要。我選擇做一名老師，因為哥哥曾經講過，佢想成為一名真正關心學生嘅好老師。每當我企喺講台上面，望住嗰啲低頭唔講嘢嘅學生，我都會諗，佢哋當中係唔係有人似哥哥一樣，默默書寫住絕望嘅日記？嗰日發現嘅歌風遺書，我最終未能夠揾到作者。或許嗰隻巧合，但對我嚟講，卻係一種提醒。世界上仲有好多孩子，正如哥哥一樣，默默承受住重量。如今回望塵封嘅往事，我後悔自己嘅冷漠。我只係識得乖乖咁喺工整嘅方格入邊做爸爸媽媽手入亮眼嘅成績單，卻吝嗇教哥哥習題。哥哥成為咗所有人心中揮之不去嘅陰影。我變得叛逆，成日惹是生非。我想反抗爸爸，想藉住破壞規則去證明哥哥嘅生命有另一種可能。我唔係一個好爸爸，係老婆懷孕嘅時候同佢講，我未 ready 好。我亦都唔係一個完美嘅老師，關心學生嘅時候甚至被反諷，先管好你自己，全校都知道你傾緊離婚。嗰封未署名嘅遺書，似一道懸浮喺空中嘅求救信號，怕驚擾全世界，卻可望想被某個角落嘅人發現。我執着於呢份尋找，唔單止係為咗彌補對哥哥嘅虧欠，亦都係為咗實現一個好老師嘅使命。
如果哥哥仲喺度生，佢會點樣做？我諗佢會希望有人可以早啲聽到佢嘅聲音，所以我會繼續尋找嗰啲被收埋起身嘅日記，因為有啲悲劇唔應該被忘記，更唔應該重演。我嘅名字係鄭有傑，呢個曾經係我哥哥嘅名字，而現在佢是係我餘生嘅責任。